今集咧，我哋嚟到參觀陽海1420尺嘅實用面積。咁我哋參觀咗個廚房先。首先佢有呢一個咧防煙門先嘅，然後入到嚟成組櫥櫃都係送俾你，榮火煮食爐啦，同埋呢一個電磁爐，下邊嗰啲焗爐啊，全部都係送嘅。呢一個係一個交樓標準啦，同埋呢個 Gaggenau 抽油煙機，住9大櫃咧都吸得晒啲煙嘅。去到呢個位 L 型工人洗碗都係望住座山噶啦，非常之靚。咁呢一個窗口咧係雙門式推出去嘅，抽風、扯風、氣流、散味乜都有。再行前少少就係姐姐房啦。下邊擺到洗衣機同乾衣機，上面做埋個碌架床。呢一個單位咧非常之少噶。點解我咁講呢？因為1420尺嘅單位，如果買埋隔離嘅單位，中間呢埲牆打通佢，講緊有成2300幾尺實用㗎。而呢一個超級巨廳將會係望住深灣遊艇會呢一個靚靚嘅景觀啊！1、2、3、4連埋主人房，嗱呢一度咧，每間房嘅景觀都相當之公平嘅。係主人房會大些少嘅，三邊落床，再加埋呢一個無敵嘅深灣遊艇景觀，連埋呢一個衣帽間嘅位置，配合埋雙龍頭設計嘅浴室，用起上嚟咧真係相當之寫意嘅。我哋望埋個走廊。出到嚟呢一個電梯大堂，如果你揾到站頂6期項目入邊有一個大堂大得過呢度嘅，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